啊，Luke Sir 其實已經退咗休超過10年㗎啦，而家係咪？第12年啦，第12年。不如同啲觀眾分享下而家嘅退休生活過程點樣？非常開心，非常快樂。咁我組咗一個400幾人嘅叫做慈善同學會。咁啊，每個月同埋每個禮拜咧，跟我去聽歌啦、食嘢啦、包場睇戲啦。咁同埋咧去旅行啦，做一啲好多分享會啦。咁因為我嘅關係比較上好啲啦，所以社會上各行各業嘅精英咧，我都可以請到佢嚟同我哋叫慈善同學咧分享佢嗰啲人生經驗嘅睇法啦。咁樣嚟緊就會請到香港 AI 嘅權威，亦都係科技大學嘅工商管理學院助理院長，叫許佳龍教授。咁啊講 AI 嘅狂潮會唔會推冧晒所有傳統嘅嘢啦 ？OK， 一講就報名就爆啦，係啦。咁所以咧，呢個係我過去同埋而家嘅，即係令我生活好充實嘅其中一樣嘢。咁當然我就同阿 Ryan 一齊咧，亦都喺過去幾年咧係搞咗幾個叫理財訓練班啦。咁已經上過堂嘅咧有成200幾300人。咁佢哋全部我都即係再會同佢哋繼續聯絡啊，請佢哋食飯啊咁樣，都知道啊佢哋可以吸收到幾多我理財嘅智慧啦。發覺原來好多係賺翻以前蝕落嘅錢。呢個好重要啊！呢條片嘅餘下部分，Luke Sir 咧就會分享更加多關於理財投資嘅秘笈啦。咁頭先 Luke Sir 都有講過，佢過去咧曾經舉辦過多次嘅理財投資課程，幫助咗超過300位嘅學生啦。咁嚟緊咧 Luke Sir 咧將會再次舉辦理財投資課程啊。如果你對佢嘅課程有興趣嘅話咧，你可以首先咧報名 Luke Sir 嚟緊嘅一場線上簡介會，費用係全免嘅。咁喺呢條片下面 description box 度就可以即刻報名噶啦。咁喺呢個線上簡介會嗰度咧 ，Luke Sir 就會分享多少少關於點樣創造被動收入嘅秘訣啦。點樣避開一啲退休人士成日犯上嘅投資陷阱啦，同埋亦都會咧介紹多啲關於佢嘅退休投資課程嘅。所以有興趣嘅話，記得喺呢條片下面 description box 度報翻嚟緊 Luke Sir 嘅呢個簡介會啦。咁你覺得你而家開心啦，即係咁開心啦，退咗休之後係咪理財都好緊要咧？真係嗱，首先咧就係人有2樣健康嘅，一樣咧就係經濟健康，一樣身體健康，兩樣嘢2為1嘅。即係如果你冇經濟健康，你嘅身體都唔會健康，因為成日唔開心啊，成日要搏命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係識得點理財，善於點理財咧，你就會過一個比較上安穩嘅生活。嗱，唔係講發達啦，安穩嘅生活。咁然後咧，你一安穩嘅時候，你自然就會可以尋求人生好多其他樂趣，然後令到你自己開懷。自己開懷嘅時候咧，你嘅免疫能力就會高，就會健康。OK。咁可能因為有啲聽眾啦，以前都係聽你睇電台，可能未必講咁多投資啊嘛。但係其實你一路以嚟喺好多報章雜誌都有寫呢個投資專欄咁樣。係。可以分享下，即係同啲觀眾介紹下，究竟你係點樣步入呢個投資界嘅咧？嗰陣時係。其實咧，我講俾大家聽咧，我係喺1978年，而家講緊40幾年前咧，就係做過倫敦金經紀。咁嗰陣時咧，我已經知道晒。喺呢個金融世界裏邊有幾多合法同非法嘅騙子係點樣呃人錢，所以咧我知道晒之後咧，但我冇機會去慢慢同好多人去分享啊，同埋 share， 所以我一路擺低咗啦。咁直至到我退休之後咧，我就突然間覺得我見親啲人咧，無論佢係教師啊、公務員啊、醫生啊、律師啊、高官啊、藝人啊，點解個個都投資？但係90%人唔知乜嘢叫理財咧，咁啊結果咧係將自己好辛苦揾翻嚟啲錢咧，好多時就唔見晒或者唔見大部分，就係因為咧係俾喺金融世界裏邊嘅合法或者非法嘅騙子咧呃晒錢。咁呢樣嘢咧係永遠存在嘅喎。如果你唔知嘅話咧，你一定中招嘅喎。咁既然咁多人需要理財，咁多人中意投資，咁我諗下，不如我係揭露晒所有啲嘢俾你哋知，等你哋去保護自己啦。但係當我揭露嘅時候，呢啲嘢咧係唔可以喺正當嘅傳媒出現嘅，因為正當嘅傳媒咧10之8九咧已經係俾一啲利益相關嘅金融機構咧係買起咗。
即係佢係靠金融機構生活啊啲傳媒，所以佢唔能夠揭露到好多嘢係佢哋點樣去合法地揾你嘅錢。咁所以咧，我就不如咁啦，我自己開班自己分享啦，咁樣就係咁咯。係嘛？OK。咁但係知道你即係之前喺報章雜誌寫好多專欄噶嘛，有好多預測都準確嘅喎。嗱，咁譬如我其中一個最好印象深刻啦，就係2020年嘅時候，當時國泰供股啊嘛，係4個6毫，係啦，4個6毫8。咁當時咧，你就話一定要供啦咁樣，即係你係支持供嘅。咁結果而家咧，啲股價都升到上，即係升咗1倍咁樣啦。10個05啦，而家係10個05。咁點解嗰陣時會咁睇好國泰？不如分享下。其實我係有一套理念咧，其實係 common sense 嚟。我覺得理財或者投資咧，好多時係 common sense 嚟嘅。所以如果你掌握到呢套 common sense 咧，你係第一，你唔應該俾人呃。首先，第二，你喺適當機會咧，你會係知道幾時應該去出手。投資咧唔可以日日做嘅，唔可以個星期做嘅，而係等一個好準確機會咧，你先去做。咁嗰次點解我會係喺個報紙度咧呼籲大家快啲國泰嗱聲供股咧？因為呢個機會咧一去就冇，因為國泰係一間公司係搣到我嗰10項。如果你買嘅股票嘅時候，你過咗10項咧，你就可以買啦。咁呢10項咧，我諗我第日先再，因為冇時間分享10項，我慢慢講俾你聽。但係國泰係一間又獨家，又政府傾斜幫佢，又做得非常好嘅公司。佢係因為遇到啲好特別嘅情況，先會令到股價咁低啫嘛。咁就係咁嘅時間，就係你應該揮軍入去買嘅時候啦。只得一個機會嘅，咁結果咪咯。OK，明解。咁另一隻知道你都貼過好多次就係港交所啦。你每一次好似去到200頭嘅時候，你就會入場咁樣噶咯喎。咪港交所係好容易知道佢嘅。咁呢個又係一個故事，我諗係第二，即係稍後理財嘅環節我會講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其實你都睇到我好多 clipping， 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喺2020年嗰陣時咧已經不停咁大聲呼籲大家唔好買樓啊！唔好買商鋪係咪啊？係有晒報紙見晒啦，唔好買就係因為我見到個炸彈咧係會爆啦，係會爆啊！咁但係當時咧我咁講啫，但係啲地產發展商梗係唔係咁講啦，梗係想你嗱聲接晒啲貨添啦，所以就狂谷話，地產唔會冧嘅，非常之剛強，即係嗰啲咁嘅剛性需要嘅，係嘛？同埋咧就係永恆啲需要嘅，仲有話啲樓係唔會跌嘅，因為嗰個成本又咁高咁。講晒所有嘅嘢，鋪滿晒報紙，咁其實咪係誤導咗啲消費者，希望佢盡量多人幫佢吸收晒樓，吸收晒樓咯。咁好啦，而家過咗5年幾啦，係嘛？情況係點啦？中晒咯。而家周街都係冚埋嘅商鋪，接咗咪炸彈咯。其實嗰陣時我睇係一個 common sense 咧，你見到嗰個 supply 咁多，個經濟咁行法，你嗰個利率咁樣。你冇得唔爆噶嘛？係咪？係唔單止係商鋪啊，的士牌你都貼中咗會爆硬啦！的士牌我貼嗰陣時咧，2023年啊，唔係好多2年之前咧，嗰陣時310幾萬個牌，我千祈唔好掂，死梗到而家200咯。未跌完，我話俾你聽，的士牌係未跌完，掂你都唔好掂啊！嗱，我好多呢啲咁嘅分析，同埋我講我睇到嘅嘢咧係。冇乜人會講嘅，因為點解真係出唔到報紙，咁我唯有私下講，咁但係我私下講都會有個 platform 啦，咁所以我就話不如咁啦，即係過去嗰幾年成日有人利用我個頭呃人，以為係即係其實今次我係真啦，我話俾你聽，我真係我嚟嘅，我可以㗎，話俾你聽，如果嗱我上我啲堂咧，一定要交學費啊，因為你唔交學費咧，你一定唔會肉痛，唔會肉痛你唔會真係學。如果你學完8堂之後，我會見你一次，同你食餐飯。如果你認為嗰8堂係冇用嘅話，我俾翻啲錢你。我俾翻啲錢你，因為我點解咁夠膽咁講咧？因為跟過我200-300人咧，冇一個係唔滿意。係，咁不如分享下啦。咁嗰8堂有啲乜嘢會教咧？一啲理財嘅智慧，理財嘅智慧吸收晒之後咧。
你就會知道點去保護自己，同埋幾時應該去出擊，同埋邊啲嘢唔好掂。譬如好簡單，我其中話俾你聽，香港有2000幾隻股啊，2000隻股啊，有2000隻係垃圾嚟嘅，你掂你都唔好掂。咁我解釋俾你聽，點解嗰2000隻係垃圾？嗱，呢啲係冇人同你講嘅，係咪先？係咪？就嗰類咯。OK，咁即係同過去喺媒體嘅分享都會有好大唔同。唔同嘅，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公開講咧，就會建立好多仇家啦，第一，就令到好多令到好多人冇即係冇飯食啦，同埋咧可能涉及有少少誹謗嘅，即係因為我知嗰樣係真嘅，但我要講俾你聽，我就唔可能公開場合講噶嘛，係咪先？OK， 好啦，咁我都知道咧，即係好多朋友都可能有興趣啦。不過俾啲朋友睇下過去啲學生講嘅一啲感言啦，好嘛？咁大家如果有陣間，我就會再出翻嚟同大家分享翻呢個課程點樣報名咁樣，俾大家睇一睇過去嘅學生係點樣講先。大家好，我叫陳立仁 Alan， 喺過去20幾年嚟，一直從事喺汽車行業，專注喺車隊資訊同埋安全輔助系統領域上邊發展。隨住人生步入新嘅階段，我都開始為自己嘅退休生活計劃，希望透過穩健嘅投資，為自己打造一個安穩而豐盛嘅人生下半場。但係講到投資呢，我自係一個初哥嚟嘅，對投資市場認識亦都唔深，亦都唔知點樣揀適合自己嘅投資工具。2年前，我作出咗一個好正確嘅決定，就係報讀由曾志華 Luke Sir 主講嘅投資班。Luke Sir 喺課堂上邊毫無保留咁樣分享佢數十年嘅投資經驗。佢唔單止教我點樣去選擇穩健保本嘅投資選項，仲有選股嘅10大條件，同埋點樣避開投資市場嘅陷阱，甚至連佢自己曾經蝕錢嘅教訓咧，都毫無保留咁樣同大家分享，讓我喺投資道路上邊走少好多彎路。過去1年幾，投資市場真係風高浪急啊！但係多得 Luke Sir 嘅教導，我學識咗點樣去揀啱嘅股票，避開投資嘅陷阱，令到我嘅投資組合表現都好穩定，回報亦都相當理想。回想起嚟，選擇參加 Luke Sir 嘅投資班，絕對係我投資路上最明智嘅一步。我深信喺投資世界入邊，選擇往往比努力更加重要。Hello， 我係 Boris， 本身我喺金融行業工作嘅，平時公司咧都會安排我做一啲內部嘅 training。咁我一直相信一個人要不斷去到學習啊，尤其是係金融世界啦，因為變化多、陷阱多。如果我哋停步咧，就等於退步。咁其實我一直咧都有留意阿 Luke Sir 嘅專欄文章啦。咁我覺得佢用字咧好直白，角度好獨立。咁令到我對市場同埋理財咧都有唔同嘅思考，咁所以我喺2023年我決定報讀佢嘅投資理財班啦。目的好簡單，唔係為咗去拎 tips，而係想提升自己嘅分析能力，睇清市場上高嘅真相。咁成個課程最打動到我嘅，就唔係佢教我賺咗幾多，而係話教我哋咧係點樣唔輸錢，點樣去避開一啲陷阱，分辨真假，保住本金，然後穩穩陣陣咧建立自己嘅資產。咁原來真正嘅投資咧，唔在於快啊，而在於長遠同埋穩定。咁過去嗰1-2年，我開始用呢種嘅方法啦、心態啦去做一啲資產配置。咁唔單止更加安心喎，成績咧亦都比我預期中咧係更加好嘅。課程中咧其實內容都好廣泛，咁尤其是會涉獵到政府相關嘅一啲理財方案啊、一啲政策，咁分析咧都好透徹嘅。而課堂之後啦，我哋都全部嘅同學咧都會加入一個叫做智醒會嘅 WhatsApp 群組。咁入邊嘅同學咧會好主動去分享一啲理財嘅觀念啊、睇法啊、時事分析同埋一啲生活嘅智慧，咁變成咗大家一個持續學習同埋成長嘅一個部分。好啦，咁最後咧我都好衷心多謝阿 Luke Sir 用心嘅教導啦，亦都好多謝阿 Ryan 一直以嚟嘅安排同埋支持。咁正因為你哋啊堅持做緊一件好有價值嘅事，先有我哋即係今日咁多咁好嘅一個得着。好啦，咁如果大家咧都揾一個真正啟發到思維啦，而唔係淨係教你買 tips 嘅投資課程，咁我會好誠意推薦你試下呢一個嘅。多謝。